因車務調動關係，觀塘線相隔超過2個月後有 M Train 進入黃埔，對於而家嚟講非常罕見。於下午繁忙時段，觀塘線派出 M Train A189、A188 行走，並因為突發事件更改車序，由037變成005，並進入黃埔。喺列車上有一大班鐵路迷舉機拍攝，見證着 M Train 進入黃埔。列車於進入油麻地站時急剎，導致有乘客爆粗。乘客請緊啦，扶手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乘客請緊啦，扶手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。仆街兩名著名鐵路迷 Vicky Mok 及羅哲森亦有出現。好感動啊咁啊！我建議你唔好同佢哋講嚇，係咪聽到自己坐低先啦？你坐低先啊！你先。你嗰個影，佢哋保持翻少距離，又係保持翻少距離。好彩今日要翻學就當然今日坐好高。咩啊？今日係你嘅大禮物，我都好開心。有一名鐵路迷捉弄另外一名鐵路迷。喂！哎呀！冇玩啊！打人，係咯。我驚你哋咁講硬嘢喎。喂！係咯，打人啦！走！我離開呢度，唔好打人。我驚你哋嗰啲係咪硬嘢？我幾時有打人啊？有冇證據？你冇幾有精神？喂，聽得難啊！嗰啲近就咁近，你啲人都喺度啊！係啊，好耐冇見過你去旅行，開心啊！好似好特別嘅喎，冇架飛機好特別喎，見你嗰日坐架飛機去旅行。啱啱先放工，咁啱先可以坐。喺何文田站，有鐵路迷喺月台大叫。請勿靠近車門，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。好彩唔係爛 Q 壞咗，我真係好彩同埋749咧最時嗰架。咁我聽日即刻整埋，唔好整埋74915嚟。我即刻整埋嘅 A1 或者 A1先。呢度好型喎，呢個我真係兩個呢度好相似嘅。錄咗音㗎啦，你話要整埋 A161、A12啊嘛。黃埔呢個係觀塘線嘅尾站，多謝乘搭港鐵。當列車到了黃埔站後，有幾名鐵路迷立刻前往月台拍攝相片。咁夠喎！都影靚仔相咯，傻閪！咁你用我喺度話要拍到條小車嘅，一實咗依家仲正過入康城喎，仲叫康城揾條頸靚喎。其實12月22號嗰日係咪康城揾條頸靚嘅？即係我入咗所謂冇咗好唔開心。到何文田站，月台突然有人大叫不文字句。有人喺度叫咯，聽唔到咩你？邊個叫喺邊度？叫 M 喺邊度？聽緊書啊？唔係啊，唔係邊個嚟㗎？當觀塘線一派出 M Train 行走並進入黃埔，必定會有叫罵聲大會。本台希望港鐵能夠派職員控制場面，避免發生打鬥事件。